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喺今日嘅書信裏邊，聖保祿宗徒提醒我哋人生中最重要嘅目標，以及為咗達到呢一個目標，我哋應該有嘅熱心同埋專注。佢向格林多人解釋咁話，佢話自己為咗贏得更加多嘅人，甘願成為眾人嘅僕人。為軟弱嘅人，佢就成為咗軟弱嘅人，好能夠贏得軟弱嘅人。佢成為咗眾人嘅一切，為至少去救一些人。而佢接着又咁講，佢話我做嘅一切都係為咗福音，好使佢自己亦都能夠分享其中嘅恩惠。然後聖保祿宗徒佢用咗運動比賽去作比喻，佢提醒我哋，如果運動員為咗贏得嗰個人或者係團隊嘅冠軍，都願意付出咁多嘅努力同埋自律，咁樣我哋更加應該願意為咗更重要、為咗更長久嘅目標，即係我哋嘅救恩而付出代價，並且幫助基督嘅團隊，即係教會，去爭取整個世界嘅得救。佢話唔通你哋唔知道喺競技場上賽跑嘅人都跑，但係只有一個獎賞嗎？你哋亦都要咁樣去跑，為咗贏得獎賞。凡係競技嘅人喺一切嘅事上都要節制。佢哋係為咗得到一個會朽壞嘅冠冕，但係我哋卻係為咗一個不會朽壞嘅冠冕。所以我唔係漫無目的咁去跑，亦都唔係對住空氣咁出拳。我克制並且訓練我嘅身體，免得喺俾別人宣講之後，自己反而被淘汰。呢一種係一種非常之驚人嘅投入，冇任何運動員唔係靠自己嘅付出、自己嘅努力去成功嘅，一切都係必須要靠自己去爭取嘅。而嗰啲將成功視為理所當然嘅人，往往反而嘗不到成功嘅滋味。聖保祿宗徒亦都提醒格林多人，佢話當年好多以色列嘅人跟住梅瑟走過紅海，食過天上降下嚟嘅瑪納，飲過磐石流出嚟嘅水，但係佢話天主並唔中意佢哋大多數嘅人。因為佢哋只係跟住走，並冇真正被天主所做嘅事而改變，冇以信德同埋感恩去作回應，冇將敬拜天主同埋愛人放喺第一位，結果就承擔咗呢一個後果啦。換言之，聖保祿宗徒係喺度訓練早期嘅基督徒。唔好淨係坐喺張凳度等住去做補替，而係要成為最好嘅球員，最投入嘅參與者。我哋要立志向上，至少不要甘於平庸，停留喺起點。只要當我哋願意付出努力，經歷掙扎同埋挑戰，我哋先至會更有同理心嘅。我哋先至能夠真正成為眾人嘅一切，為拯救更加多嘅人。所以喺七旬期嘅第一日，喺七旬主日嘅第一日，聖保祿宗徒再次召喚我哋，要以正確嘅方式，為正確嘅事物不斷咁去發奮。我哋唔應該平庸，我哋要以慷慨，不要只係求過得去，而係為天主嘅國度而活，為幫助更加多嘅人進入其中。佢召喚我哋就好似有潛力奪冠嘅運動員一樣，全力以赴去贏得嗰個不可朽壞嘅冠冕。
唔要去做，只係做門面功夫，而係真正去奮戰，做比運動員身體訓練更多嘅靈修嘅操練。所以我哋要問一問自己，我哋準備點樣去迎接四旬期？我哋平時又係點樣去面對自己嘅靈修生活呢？我哋係咪帶住呢一種聖保祿宗徒所講嘅目標，咁樣內心嘅決心、承擔同埋勇氣呢？還是只係做最低限度，只係為咗唔好太過辛苦，而將標準定得非常之低呢？然而奇怪嘅係，當我哋讀到今日嘅福音嘅時候，主耶穌似乎喺度講緊完全相反嘅說話。佢好似喺度提醒緊我哋，與其將時間花喺爭第一，做最好嘅人，佢話最後嘅將成為最先嘅，最先嘅反而成為最後嘅。換句說話嚟講，贏家似乎成咗輸家，而輸家反而成咗贏家。耶穌睇起嚟好似話俾我哋知道，無論我哋喺佢嘅葡萄園裏邊，喺烈日之下幾咁辛苦地為天國工作，最終可能都比唔上嗰啲好似釘喺耶穌右邊嘅盜賊一樣，最後關頭佢得到獎賞嘅人多得有咩好處？於是我哋自然會問，主耶穌嘅說話係唔係喺度否定緊，甚至係相反緊聖保祿宗徒嘅教導呢？答案顯然唔係啦。事實上，當我哋願意真正去走進呢一個嘅比喻，仔細去睇一睇主耶穌到底喺度肯定緊啲乜嘢，唔肯定緊啲乜嘢，我哋就會發現聖保祿嘅勸喻其實完全同主耶穌嘅教導係一模一樣嘅。我哋乍看嚟睇，當我哋將呢個比喻呢一啲工作咗12個小時嘅人，同埋只係工作咗1小時嘅人去作比較嘅時候，好似好容易覺得後者比較划算，特別係因為佢哋攞到一樣嘅工資。但係呢一個嘅反應，其實係反映出我哋好多嘅人對於工作保持住一種扭曲嘅睇法，而呢一個亦都係深深影響住我哋對於呢一個比喻嘅理解。由於我哋往往將工作視為一種負擔，一種不得不履行嘅責任，而唔係一種嘅祝福。儘管我哋大家都知道，工作本身係天主賜予我哋嘅召叫，工作係我哋召叫嘅一部分，係天主讓我哋藉住工作成長發展嘅方式。但係老實嚟講咧，我哋好多嘅人好少真正將工作視為係嚟自天主嘅恩賜。其實當我哋誠實咁工作嘅時候，我哋唔單止係去完成一件事，而係我哋去塑造緊自己。我哋透過投入喺工作中嘅態度、品格同埋美德，去建立自己內在嘅生命。如果我哋能夠理解古代世界中所謂工作嘅處境，我哋就會更加清楚地咁睇到，能夠工作本身係一份幾咁大嘅恩賜呢？因為喺古代好多嘅男人，佢哋清晨就嚟到市集嗰度，盼望被僱用做工。佢哋會帶齊所有嘅工具，拼命往前去擠向呢一個僱主，去推銷自己係勤奮可靠嘅工人。而呢一種嘅情景，相信其實喺經濟大蕭條嘅時期嘅人，或者喺疫情後被裁員，或者今日仍然係不斷咁投履歷去找工、去揾工作嘅人係一模一樣嘅。喺嗰個時代，好多嘅家庭嘅生活喺半飢餓嘅邊緣。
一日冇嘢做，就可能意味住災難。如果清晨都冇被揀上，佢哋嘅心裏就開始充滿住焦慮。如果喺9點都仲未被僱用，佢哋會擔心被妻子同埋孩子失望。如果到咗中午仍然都冇着落嘅話，佢哋可能已經喺度諗返屋企嘅時候，究竟點樣去面對家人嘅失望，甚至佢哋嘅指責呢？如果到咗下午3點都仍然冇人請嘅話，佢哋就真係驚家人甚至係孩子可能嗰一日將要餓住肚皮上床瞓覺。呢啲未被僱用嘅人，佢哋唔係喺市集路度打牌或者食煙或者飲酒或者睇熱鬧，佢大多數都係喺極度嘅焦慮同埋不安之中煎熬度日。佢哋對佢哋嚟講，寧願喺田裏邊辛勤工作11個小時，都好過喺廣場上邊等候、擔心、害怕嗰11個鐘頭。而呢一種嘅理解，或許帶領我哋進入呢一個比喻嘅第一個嘅實際嘅應用。事實上，主耶穌正係藉住呢一個嘅故事，向猶太人去宣講有關救恩嘅真理。我哋知道喺主耶穌嘅時代，猶太人自亞巴郎以嚟，已經作為天主嘅選民，將近1800年。其中有大約1300年嘅時間，佢哋努力去遵守天主所立嘅盟約，忠實履行梅瑟法律嘅各種嘅規定。但係突然間，一位嚟自納匝肋嘅木匠，藉住各種奇蹟去引證自己，竟然宣稱佢話其他嘅人都要攞到同佢哋一樣嘅工資。主耶穌佢明白咁講，只要悔改，接受佢嘅福音，即使係娼妓，亦都能夠接受完整嘅救恩。嗰啲因為同羅馬人合作而被虔誠猶太人深惡痛絕嘅稅吏，好似匝凱同埋瑪竇一樣，佢哋接受福音，佢哋都能夠同樣得到同樣嘅賞報。而最令佢哋驚奇嘅，甚至冇辦法接受嘅，係主耶穌竟然宣稱連外邦人都能夠得救。當佢哋聽起嚟，呢啲實在太過唔公平啦。佢哋心裏邊充滿住怨懟，因為人哋竟然被拉到同佢哋一樣嘅地位。雖然主耶穌同時都強調，只要佢嘅猶太聽眾願意接受天主喺佢哋歷史中所完成嘅一切，而且擁抱佢嘅宣講，亦都活出佢嘅福音，佢哋同樣都可以得救。但係可惜嘅係，好多嘅人早已經認定呢一個制度根本就係非常之不公平嘅。畢竟佢哋唔係已經咁嚴謹，唔係已經咁認真去遵守梅瑟法律長達1300年咩？難道佢哋嘅忠誠同埋付出唔應該換嚟一啲特別嘅待遇咩？呢啲嘅從生命一開始就承擔道德法律更重嘅擔子，忍受更酷熱嘅烈日暴曬嘅人，難道唔應該比外邦人、比罪人多得一啲咩？然而天主嘅慷慨，佢白白地將救恩賜俾他人，就好似佢喺十字架上賜俾嗰個猶道一樣，卻讓其他嘅人心生嫉妒同埋憤怒。正係呢一份超越計較嘅天主嘅慈悲，亦都深深刺痛咗佢哋嘅心。因此，藉住呢個比喻，主耶穌揭露咗佢哋嘅理解同埋對天主立約以及一切整個宗教生活上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偏差。正如我哋有時
將工作睇成一種沉重嘅負擔，只係為咗盡責任，而唔係一種祝福一樣。佢哋亦都將遵守盟約嘅誡命看成係一副枷鎖，而唔係一份嘅恩寵。佢哋冇睇到，其實佢哋早已經領受咗比其他人更加多嘅恩典，因為佢哋能夠多年嚟行走於上主嘅道路，本身就係一個極大嘅福氣、極大嘅禮物。可惜佢哋卻只係盯住別人嘅最後得到嘅賞報，而忘記咗自己早已經擁有嘅福分。我哋基督徒其實亦都係經常犯同樣嘅錯誤。我哋有時候會心裏暗暗去嫉妒嗰啲曾經放縱沉迷罪惡嘅人，嗰啲將人生當成一場嘉年華嘅人，卻因為天主嘅慈悲，到最後嘅關頭佢悔改回頭，反而佢哋得救。我哋嘅態度就好似浪子回頭嘅比喻之中嗰位長子一樣，心裏憤憤不平，因為父親佢竟然用同樣嘅愛去對待嗰個離家出走、揮霍一切家產嘅細佬，佢亦以同樣嘅愛去對待嗰個表面上從來未違反命令嘅自己。我哋亦都會好似比喻中嗰啲工作咗成日嘅人一樣，憤憤不平，覺得主人竟然將其他嘅人變為同我一樣。呢啲嘅人明明一開始就承擔咗忠於法律嘅重擔，忍受咗整日勞苦同埋烈日，但係睇到嘅係後來嘅人得到同樣嘅待遇，心中難免不是滋味。但係呢一份嘅嫉妒，其實係嚟於我哋嘅眼光出咗問題。今日比喻中嘅主人佢講呢一番說話，佢話：難道因為我慷慨，你就妒忌嗎？其實聖馬竇喺呢一度係用咗一句寬鬆嘅翻譯，原文其實更加直接咁講：因為我良善，你嘅眼睛就變壞嗎？所以別人嘅慷慨，尤其係天主嘅慷慨，會讓我哋發嬲，因為我哋誤以為，如果我要贏，就一定要有人輸。如果其他嘅人同樣得到好處，我嘅快樂就會被奪去。如果嗰啲冇好似我一樣咁去作出選擇、付出努力嘅人，亦同樣得到恩典，咁我嘅付出就好似變得完全冇意義。因此，主耶穌希望我哋喺呢個比喻裏邊學習一個重要嘅教訓，就係佢嘅慈悲同埋慷慨之中，佢不斷去召叫更加多嘅人進入佢嘅葡萄園，同嗰啲早已經被召嘅人一同工作。主嘅心被群眾嘅需要深深觸動，以至於佢請求我哋去為莊稼嘅主人祈禱，求佢派遣更加多嘅工人去進入田地。我哋不但要祈禱，亦都要睇到別人回應召叫嘅時候，由衷喜樂，哪怕佢係喺最後一刻先至作出回應。我哋需要讓更加多嘅人知道，亦都提醒自己要認真去看待呢一件事。喺呢個世界嘅葡萄園裏邊，仍然有好多嘅空缺嘅職位，係等緊人去回應嘅。不過呢個比喻其實仲有第二個同樣重要嘅教訓。當我哋嗰啲所謂自細就係教友聽到呢一個比喻嘅時候，好自然會將自己代入故事中清晨6點就被僱傭嘅人，因為我哋會諗，我哋由領洗嗰日開始就已經喺葡萄園裏邊，但係主耶穌卻希望我哋至少希望呢一啲人能夠誠實地面對一個事實，我哋可能仍然
站喺呢一個市集裏邊，但係並未真正開始工作。換句說話嚟講，我哋好多人已經喺葡萄園裏邊，但仲未係工人，只係佔着位置嘅人。呢一個令人想起聖若望23世佢一個著名嘅玩笑。有一日有人問佢話梵蒂岡有幾多人做嘢啊？佢冇報告員工嘅數目，佢只係輕輕淡淡咁講回答咁話。佢話大約一半呢，可能或許至少今日更加少添。一半嘅人真係喺度工作，而另一半嘅人只係裝作喺度工作。呢一個情況其實亦都反映喺今日教會內部嘅現實。好多天主教徒並冇真正為天主嘅國度而勞動，甚至有好多人甚至唔嚟去參與彌撒，佢哋唔去學習信仰，自然地亦都無法將信仰傳落去。有啲人不但係冇喺世界之中活出信仰，反而公開活出或者信仰相反嘅價值觀。一啲自稱天主教徒嘅政治人物就係令人最痛心嘅例子。佢哋支持並且推動明顯違背天主誡命嘅事。主人正在召叫我哋每一個人去佢嘅葡萄園嗰度勞動，喺彌撒之中與主一齊祈禱，向莊稼嘅主人祈求工人將主同埋佢嘅教導帶給他人，幫助更加多嘅人，包括未出世嘅生命、臭名昭著嘅罪人，以及嗰啲看似離福音好遠嘅人，回到基督嘅面前。有時我哋會以為只係嚟參與彌撒，奉獻一啲金錢，每日我哋用少短嘅時間祈禱，盡量避免大罪，就已經盡咗本分。又或者我哋會因為將自己同埋嗰啲幾乎乜嘢都唔做，甚至拆毀天主同埋教會所建立嘅一切嘅人相比，而自我安慰，覺得自己已經做得好好啦。但係天主真正嘅渴望嘅係我哋每一個人都真正成為工人，入起衫袖，認真勤奮，全心投入為佢嘅國度而工作。天主召叫我哋，而且從來冇停止去召叫我哋參與佢拯救世界嘅使命。喺比喻中，我哋睇到嗰一位代表主耶穌嘅原主，甚至比清晨被僱傭嘅工人還要勞碌。明明佢有管事可以代勞，但係佢卻親自一次又一次地咁走出去，喺早上嘅6點、9點、中午12點、下晝3點，甚至5點，都親自去僱傭佢嘅工人。佢甚至願意喺一日快結束嘅時候，虧本地咁去僱傭工人，唔係因為佢關心收成，呢一個係象徵佢迫切需要收割嘅靈魂，更唔係因為佢願意將呢個所有嘅人排除喺天國嘅工作之外。我哋要留意，佢並冇單純以施捨嘅方式去對待呢啲閒站喺市集嘅裏邊嘅人，而係俾佢哋一份工作。佢對下午5點先至被僱傭嘅人咁講，佢話：你哋點解整日站喺呢一度冇所事事呢？呢一句說話顯示出佢內心嘅熱切嘅渴望。佢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進入佢嘅葡萄園工作。畢竟佢嗰日已經出咗嚟4次，試圖去僱傭所有嘅在場嘅人，而嗰啲人只係回答：因為冇人僱傭我哋咯。某種程度上反映出長期無所作為所帶嚟嘅自憐，使到佢哋變得被動，逃避責任。佢哋唔通冇發現到，其實葡萄園嘅主人其實一直都喺度僱傭緊人咩？喺呢度我哋再次睇到一種好熟悉嘅態度。好多人今日責怪制度、責怪環境、責怪冇人邀請佢哋，
話自己冇時間，世界唔公平，別人嘅成功只係因為佢天賦好，或者佢家境好、背景好，覺得反正都係比唔過佢哋，倒不如我等待其他人嚟僱用，去邀請我，去叫自己祈禱，去行動，回應自己嘅聖召。但係收割呢件事上邊，天主佢從來都唔希望我哋咁樣諗。佢要我哋清楚明白，佢正在僱用我哋嘅每一個人喺葡萄園裏邊，都係願意工作嘅人，都有位置。佢指望我哋每一個人嘅幫助、付出同埋犧牲。佢滿懷熱情，從不間斷地走出去尋找我哋，去召叫我哋與佢一齊為靈魂嘅得救而勞動。呢個比喻最核心嘅教訓就係進入天主嘅國，意味住同埋天主一齊工作，亦都係同他人一齊工作。有啲人佢比我哋早進入葡萄園，有啲人比我哋嚟得慢一些，但係工作仍然好多。而天主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好似專業運動員一樣，全心全力以赴地去投入。其實呢個比喻清楚話俾我哋知道，當天主正在召叫我哋所有人為佢工作嘅時候，嗰啲無所事事站喺市集裏邊，不只係一個錯過咗一個機會，而係錯過咗天主希望我哋分享佢生命嘅本身。天主唔單止希望我哋客觀地去參與收割嘅工作，佢更加希望塑造我哋真正成為收割者。因為如果我哋冇認清自己已經被僱用，就唔能夠真正開始工作，我哋嘅生命就會好似嗰啲站喺市集裏邊嘅人一樣，失去咗方向同埋意義。我哋亦冇回應佢嘅召叫，最終剝奪嘅唔係淨係天主嘅計劃，而係我哋自己失去咗佢原本要賜俾我哋嘅美善。要我哋睇今日所謂嘅聖召危機，其實就係一個回應嘅危機。人一再延遲佢哋嘅回應，結果反而失去咗天主佢本來要同佢哋分享嘅恩寵。親愛嘅弟兄姊妹們，今日天主正注視着我哋每一個人嘅眼睛，對我哋講：你亦都到我嘅葡萄園去工作吧。今日佢亦都好似當年喺大馬士革路上對聖保祿咁樣，出乎意料地對我哋講：你被僱用啦。如果我哋願意回應呢一份聖召，入起衫袖，同佢一齊去傳揚，並且鞏固信仰，佢俾我哋嘅唔單止係一個得立，唔單止係一天嘅工資，而係無比慷慨嘅賞報，叫做永生。而且我哋亦都唔需要等得太耐，先至能夠見到佢嘅慷慨。就係今一日，喺我哋準備迎接新嘅一周，準備為佢工作之前，佢已經先賜下我哋一份遠超任何豐厚報酬嘅恩寵。佢所俾嘅賞報係佢能俾出最極致嘅慷慨。喺彌撒聖祭之中，佢將自己完全交付，成為我哋嘅食糧。因此，當我哋準備今日領受佢嘅時候，我哋感謝佢從來未停止走進呢一個心靈嘅市集，一次又一次去尋找我哋，提醒我哋佢所召叫嘅使命。我哋懇求佢喺內心深處堅固我哋，使到我哋真正能夠全心回應呢一份嘅召喚。我哋亦都求佢賜俾我哋恩寵，就好似聖保祿一樣，明白真正嘅生命係喺基督之內而活嘅，好能夠我哋去戰勝呢一場美好嘅戰鬥，跑完該跑嘅路，保持信德，活出信德，亦都宣揚信德，最終與佢一同歡樂
並且收割大量嘅靈魂，而永遠歡欣。弟兄姊妹們，工作仍然好多，而出於對他人嘅愛，亦都出於對我哋自己嘅愛，天主正在派遣我哋去做。無論我哋已經跑咗幾耐，讓我哋下定決心，為咗得勝而奔跑，亦都幫助盡可能多嘅人一齊光榮地跨越呢一條嘅終點線。願主祝福大家，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